重磅利好，菲律賓終於免簽啦！自2026年1月16日起，帶上護照直飛宿務，絲滑入境。喺菲律賓嘅版圖中，宿務不僅穩坐第2大都會嘅交椅，更係嗰顆閃耀喺宿務島北岸嘅歷史明珠。作為該國最古老嘅城市，其建城史可追溯至1565年，每一塊磚石都低訴着往事。如今嘅宿務早已完成咗華麗轉身，被譽為南方皇后之城。佢將厚重嘅歷史底蘊與現代商業旅遊完美融合，正源源不斷咁吸引着嚟自世界各地嘅旅人前嚟探迷。好耐冇嚟過菲律賓呢啲咁舒服嘅地方。過嚟之前呢，好多朋友話：喂，小心俾人擄綁喎！喂，究竟又安唔安全呢？嗱，南哥帶你睇一睇菲律賓嘅宿務究竟係點樣樣。咁我同埋維爾島呢個機場設計好特別啦。嗱，呢啲呢叫做咩呢？機場都有工業風。你睇下，全部啲電線咧，全部走明線啊！工業風加埋呢個鋼鐵樓梯，再加埋呢個綠植，哇！呢度咧宿務機場 OK 啊，真係玩錢㗎。咁啊，今日我訂間酒店啦，有個好靚嘅哥哥仔過嚟接我啦。咁喺機場咧一定有接機服務。嗱，我哋去到菲律賓咧，肯定啊整翻部頂級 Alpha 啦。嚇，唔該啊，哥哥攞行李。嚟到呢度咧，口先肯定醫肚先啦。嗱，呢間咧就 New Star 嘅一間叫紅雲啊 Good Luck 啊呢間餐廳啊，我啱啱入去裝過一裝，哇係雕龍雕鳳，企到不得了。嗱，你又可以做埋皇帝嚟到呢度啊，做埋太后。嗱，小朋友咧可以嚟呢度咧玩埋 cosplay。哇，最關鍵係乜嘢嘢啊？哇，後邊呢一張啊！喂，大佬，哇，真係龍椅嚟喎呢張，哇，一定要坐一坐先。哇，得唔得？企唔企你？唉，可惜啊，冇着龍袍。啱啱成餐海鮮火鍋。而家去睇一睇呢個所謂嘅打泰拳，唔係自由搏擊，睇下點樣搏法。菲律賓新現代化頂級潛水、私人海島、奢華躺平，關注南哥，了解更多海外旅遊資訊。